我妈妈很喜欢凤飞飞，菲菲姐，她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喜欢，所以她一直很希望自己可以当歌手。结果女儿圆了梦了。一般讲到了孙淑媚哦，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唱歌，而且呢得过很多的奖。其实啊，孙淑媚在14岁那一年才国中而已，就展现了歌唱天分，在知名的歌唱节目当中创下了无人能破的惊人纪录，挑战卫冕20周，而且周都是冠军哦。这个纪录到现在都没有人可以打破，非常的厉害。不管是儿童组或是校园组，后来参赛者很多人都唱她的歌，并且呢把孙淑媚当成了榜样，而她也就此踏上了歌手路。发行了第1张专辑之后，红遍了大街小巷，几乎呢1年发行1张，甚至1年还出道了2张专辑，站稳了台语小天后的宝座。而她在2005年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，拿下了歌后的宝座。出道超过了20年，出了20几张的专辑。孙淑媚不断的自我突破，不但转型成为了唱片制作人，更是8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。她突破自己的极限，真的是非常的拼。而这样子的精神，让人佩服啊！欢迎孙淑媚，第8度扣关的孙淑媚，在第16届金曲奖封后的孙淑媚，隔了10年了，以你敢不敢第8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，专辑5首歌自己写的，担任制作人，加进自己更多的音乐灵魂，给歌迷更多不一样的感受。台语小天后孙淑媚出道超过20年，稳稳走在自己专属的星光大道上。其实我觉得多方尝试各种不同领域的工作，对于我来讲是有加成的作用，对于歌唱来讲更是有很不错的加分。浑身上下散发自信魅力。回想当年，孙淑媚年仅14岁，就已经在知名歌唱节目打响名号，创下无人能破的惊人纪录。这个成绩相当傲人啊！这个是很多片商从你这个影子之后啊，都想继续发掘这些有唱歌潜力、年龄很轻的人。对，哎呀，其实我现在年龄已经不轻，我已经16岁了。当时比赛得挑战卫冕20周，孙淑媚不仅顺利毕业，更有纯熟的歌唱技巧，连续20周周冠军。孙淑媚从节目毕业时，献花致辞贵宾各个重量级，就此踏上歌坛，发行了第1张专辑《修行》。主打歌《妈妈你无对我讲》让孙淑媚红遍了大街小巷。最近也出片了哈，这几张唱片下来，在公司可以横着走，这想哪讲？螃蟹吗？但是公看销了哇赞呢。没有，谢谢。当然他还是很谦虚啦，这个成绩相当傲人啊。几乎1年1张专辑，甚至1年2张，成绩亮眼。爱情的春天已去无回，你甲你心梦有。上遍各大知名节目，就连综艺大哥大都不得不认识这个个头小小却唱进心坎、叫人心酸的小女生。她的歌声又结合了江蕙的技巧，啊，这个黄乙玲的唱腔，然后呢，
他这台风呢又有叶爱玲的这个风格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受到这些大哥大姐们的熏陶。我记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讲也很重要，因为当时飞哥的节目非常难上，然后还要学一些才艺。我好像当时是模仿杨林吧，还去跟老师学哦。为了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很珍贵，很难得。我好像过来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先来模仿杨林的表情。杨林就拍模仿，对不对？也表情，阿嬷看的哈。哎呦，奇怪，这怎么去学的呢？真的好像。要不然飞哥我教你好了，不是？自然不做作，孙淑妹模仿杨林、叶爱玲，甚至妈妈喜欢的凤飞飞，全都惟妙惟肖。既然你心里有别人，就请你让我走。我不想再接受这一份残缺的温柔。既然你心里有别人，就请让我自由。你的抱歉已经在水没有用，不要再来找我。不行吼！谢谢。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凤飞飞，菲菲姐，她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喜欢。以前好像只会听电台嘛，可能没有那个钱可以买唱片，然后她都会手抄那个歌词，所以她一直很希望自己可以当歌手。结果女儿圆了梦了，所以她很开心。真好哎！那什么歌要跟孔锵老师说一下？好好爱我，好好爱我啦！好，感谢你。我的一份柔情，我的一片心意，我已奉献给了你。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地待我。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。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。第11张专辑《爱丽爱告家》，翻唱揪心的《桂花巷》，深深打动评审的心，让年仅21岁的孙淑妹唱进第14届金曲殿堂。想我一生的有你，亲像风吹打断丝，随风不停无遗忘，一线飘浪过去山，伊等我土的窗看，一嘴一句心最深刻，我觉得第一次吧，因为第一次入围，非常的兴奋，然后去参加这么大的典礼，整个很像一个小朋友，然后要去参加远足，前一天都睡不着觉。孙淑妹连续3年入围金曲奖，第16届专辑《爱告 Cam 赞》，从詹雅雯、秀兰玛雅、黄妃实力坚强的对手手中，顺利拿下歌后宝座。孙淑妹。
用你的人，你的名，你的名，等落在无边深海。孙淑媚不断自我突破，转型成为唱片制作人，更跨足主持、演戏，手持亮眼成绩单，让她在演艺圈持续占有一席之地。第8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。刚刚看完了孙淑媚的歌手路，很多人的印象就是都觉得她唱台语歌真的很到位，很好听，唱到心底去了。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她非常热衷演戏，因为呢她很挑角色，所以戏剧的作品看起来并不多。这一次在台视的8点档《母大欢刊》中主演的美凤，是个18岁被养母嫁掉，又被婆家逼婚离婚的角色哦，演起来非常的悲情，而且丝丝入扣，让人不禁想说，孙淑媚以前是不是也这么苦情？但其实呢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她是一点也不苦情的哦。她从小生长在小康的家庭，是个爱大笑的女孩，反倒是进了演艺圈之后，才开始有些烦恼，甚至一度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孙淑媚，怎么这么可怜？广告回来之后，娱乐新闻新春特辑就要带您继续来看看孙淑媚的故事。讲到了孙淑媚，大家都只知道她会唱歌，不过呢，这几年哦，孙淑媚可以说是唱而优则演，在戏剧上有杰出的表现。而且她其实很早就跨足了戏剧，在10几岁的时候，孙淑媚跟白冰冰、王世贤等大咖演出台视的戏剧《雨中鸟》。虽然呢，这是孙淑媚的第一部戏剧，但是她在剧中的表现完全看不出来新人的生涩还有紧张，精彩的表现呢，让她获得了好多的演出机会，也陆续拍了好几部的戏。但是这个角色好像总是很悲情，被定型了一样。孙淑媚自己就说啦，她一直好想演很叛逆的角色，像是打仔或是杀手之类的。虽然这一次在《牡丹花开》中还是有些悲情的桥段，但是呢，她完美诠释复杂细腻的心情，也创下了高收视率。而且很多场戏，孙淑媚都是抱病上阵哦，即使是重感冒，她狂灌了热水，这个卫生纸一抓，还是敬业的上工。这种精神真的很像剧中的角色，不轻易低头。由此可见孙淑媚真的是非常的喜欢野性的。日天后孙淑媚诠释情歌别有一番风味，但苦情角色却总是如影随形。来，我想拍一个出去。除了上综艺节目时，难得展现轻松一面。等一下，我终于帮宇文找到了她的姐妹了。这两个表演的都很经典呢。你们两个是不是以为是雷公啊？很厉害哦，有点像跳家关跳家关我也觉得比较像。对，这只是因为他刚刚那个动作好奇怪哦，我根本讲英文。你看哦，这是掀那个黄袍马褂。早期综艺节目相当流行比动作给别的艺人猜答案。你看得出来孙淑媚比的是谁吗？擅长的模仿总会随时被 Q 上一段。凤飞飞，鼓励鼓励。感谢您，我的一份热情，我的一片心，我已奉献给了你。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地待我。感谢你，谢谢。好像哦，很像，真的很像哎。这都是轻松的综艺节目，对孙淑媚来说，出道后每回录制恐怖箱或游戏挑战的节目，都让她压力好大。它咬的时候你还会有感觉哦，好可怕哦！真的哦，它就会这样，你看，像按摩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好恶心哦，像这个骨头快被它撕下来的感觉。真的哦，对啊。
果然凶猛，果然凶猛，还好可怕。哎呦，啊，你去拿会不会害怕？害怕。我可以先坐电车回家吗？不行哎，你放心啦，你攀岩都可以的，更何况是被狗咬。对啊，而且你有钢牙，你不用怕。我小时候就被狗咬。我的钢牙直接咬到这边来了。不会啦，加油了，它咬你，你咬它。偷拿他的，偷拿骨头，你不要被它拉着走啊！偷拿，没事吧？很可怕哦，很可怕，有没有很有魄力？对啊，他很有魄力。你手还有淑妹，你的大动脉，你的大动脉怎么裂开了？好了，衣服，哎呀，没事弄2条也假的东西在那边，很害怕。争取曝光率，什么节目都得上，毕竟当时的主持人个个大咖。我足侪天无食饭的，拜托可怜我。足侪天无食饭，系啊，会使食秋林果啊。食这愈食愈枵呢。这愈食愈枵，这个好命，我唔知影。啊，无食饭的，才去食肉嘛。啊，无钱啊。孙淑妹在飞哥主持的《龙生虎弟》几乎成了常客，在演出短剧《狗笑胡闹》，却也无形中种下了演戏种子。这是恁查某囝呀？这边阮查某囝，我都要洗啊个时间，查某囝哪安尼哦，我早就甲地死啊啦。哎呦，OK， 这个考起你看，手多几多的，这太难了。救我，不要回去。1999年，孙淑妹在台视8点档《雨中鸟》饰演白冰冰的女儿，这是孙淑妹正式跨足戏剧的第一步。哎呀！哎呀，对不住。买个狗啊！买个狗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即使片中前辈云集，孙淑妹丝毫不畏惧，表现亮眼，也让观众耳目一新。这个抓胶啊，一定是阿芬寄的对不？答错了，阮大家都有知哦。也毋过是我先发起哦。安尼哦，对啊。姐，我嘛有着，阮大家祝福拢伫纸条内底。你还晓？头家你嘛，我初家当地哦，我嘛有钱嘞，足光花的啦。对，这吼物件属人形，你看，那这种吼歹个的吼，这大颗拢是阿牛仔饲的。对啦，哎呦，生意真水甜，恁大家对我遐尼好，我是足感恩的啦。不止演唱实力惊人，演戏功力同样令人赞赏。甜甜，伤心是无底线。你对阮的心坎坎，我爱你的心点点。未来是一寸思念，轻声细语叫你的名，你改变阮的心情。你对阮的心坎坎，我爱你的心点点。甜甜，伤心是无底线。其实我都很喜欢，因为一个是声音上的演绎，另外一个是反应，就是你需要有表情，然后心里面的感受，然后表现在情绪的抒发，对，表现在对。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，我就爱上表演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的历练没有那么的丰富，可是演这些角色让我自己丰富，而且可以让我的声音跟表达，让还有我的心里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历练跟变化，所以我很喜欢表演。但孙淑妹几年下来，陆续拍了好几部片，却始终难逃悲情一角。很希望，我一直好想演很叛逆的角色，或者是演打仔啊、杀手之类的，就跟我不太一样。打仔那就先冷静一下了。一小心你就飘走了。因为一路上都是很听妈妈的话，所以想要演一个叛逆的角色试试看。我觉得啦，我自己的形象还有我自己的个性，
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角色。相隔18年，再度接演台视年度大戏《牡丹花开》，担任女主角扛收视，挑战8点档战场。我觉得压力不同，因为当歌手，你需要有歌迷的给你的反应，那个反应是比较慢一点的。可是演员他的反应是比较直接，有时候我们会去表演，那观众就会叫你戏里面的名字。那他们听歌呢，他们说你的歌声很好听，可是看到你的戏呢，他们就会叫你，比如说叫你美凤啊，美凤，你在戏里面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直接，而且你会发现你好像有了另外一个身份，不同的人生。我觉得那种感觉蛮棒的。直击拍戏现场，孙淑媚即使重感冒，卫生纸抓着热水狂灌，还是敬业上工。敢若互青云村过后的汤佬活啊！我才想这我心都有够甜。不管再累、再苦、再难熬，孙淑媚都像剧中角色，仿佛一朵牡丹花，只要不向命运低头，等待阳光到来，就会灿烂花开。犹如她的演艺生涯持续绽放光芒。